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Get Alive 頻道，一個探索真實人生故事嘅頻道。透過分享那些不向命運低頭、勇敢追夢嘅故事，希望可以啟發每一位聽眾，用自己嘅方式打造屬於自己嘅不平凡人生。當初我開始做呢個頻道，其實係因為我嘅偶像黃子華，我覺得佢嘅人生非常之勵志，令我覺得好敬佩。咁但係當我上 YouTube 想揾佢嘅故事嘅時候呢，竟然揾唔到一個 YouTuber 可以好完整講晒佢一生嘅故事。咁當時我心裏邊就諗，佢真係值得有一條完整嘅片去記錄佢嘅故事。咁不如就由我嚟做佢嘅故事啦。所以我就開始咗 YouTube 呢個頻道。第一條片就係講黃子華嘅故事。咁當然啦，我第一條片係做得非常之差。咁之後我就上 YouTube 揾下靈感，睇下其他嘅人點樣去做一個影片。咁我無意中就睇到中年好聲音嘅一個影片，入邊有一個好熟悉嘅身影啊。咁我就撳入去睇咯，竟然係 Malaysian Idol 嘅 Wik Tyo。咁我最驚喜嘅係呢，我完全唔知佢識講中文嘅，仲要廣東話講得咁流利，仲要唱廣東歌唱得咁好。因為以前佢喺 Malaysian Idol 係用英文唱英文歌嘅，所以我一直都唔知原來佢係識中文嘅。咁呢一刻呢，我就對佢產生咗好大嘅興趣，就想了解下過去20年佢發生咗啲乜嘢事，點解連個名都改埋，佢究竟經歷咗啲咩事。咁就係咁，我就開始追睇《中年好聲音》，聽佢每一集嘅歌，睇佢嘅表現。咁慢慢就會了解咗佢嘅故事。咁跟住我就一發不可收拾。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呢，佢嘅人生令我諗起咗方大同嘅嗰首《23》。當年嘅張雨晨淨係得19歲，而今日佢已經企喺中年好聲音嘅舞台上。呢個節目引起咗好多人嘅討論同埋追睇。咁我發覺好多其他嘅人拍片都係分析佢嘅唱功點啊，或者評論佢係一個專業嘅歌手。對於佢嘅批評呢，我覺得比較苛刻咯，甚至有啲評判話佢唱歌冇感情。可能係因為大家覺得以張雨晨作為一位專業嘅歌手，應該唱得更好，或者對佢嘅期望自然會比其他嘅一啲選手嚟得高。再加上佢本身嘅唱功非常之犀利啊，反而會令人忽略咗佢唱歌入邊嘅感情。但係喺我嘅眼中，我覺得佢唱得非常之有感情。可能佢冇刻意去講佢自己一路行嚟有幾唔容易。再加上香港嘅朋友可能都唔知道佢喺馬來西亞經歷咗啲咩嘢，過去嗰20年佢係點樣捱過嚟嘅。所以喺嗰個時候，我就好想用一個影片去將佢嘅啲故事咧呈現出嚟。咁好神奇嘅係呢，我本身唔係講廣東話嘅，咁為咗做呢個影片呢，再加上呢排我成日追睇《中年好聲音》，唔知點解忽然之間我識講廣東話啦。咁呢件事對我嚟講係非常之神奇。我相信好多觀眾都會有類似嘅感覺，就係當我哋睇呢個比賽嘅時候，我哋會代入呢個歌手嘅人生，覺得自己都係佢嘅故事嘅一部分。如果呢個歌手輸咗嘅話，我哋會覺得好唔開心啊，會戥佢覺得好唔抵。咁呢種帶入感呢，其實唔係單純因為我哋追星啊，或者中意呢個歌手咁簡單。我覺得更加係一種情感上嘅共鳴。因為我哋喺社會入邊默默努力嘅人，但係我哋冇被 spotlight 照住，冇人知道我哋背後付出有幾多。當一個咁努力嘅人，咁努力嘅歌手，佢終於可以喺佢舞台上發光嘅時候，我哋會等佢覺得好高興啊，亦都會將自己嘅呢個願望投射喺佢嘅身上。
唔係話迷戀明星啊，而係覺得努力嘅人總有一日會等到屬於自己嘅 one moment in time， 屬於自己嘅光輝時刻。如果努力咗咁多年，結果都係不如意嘅話，咁我哋呢啲咁普通嘅人，我哋嘅人生仲會有啲咩希望啊？所以我真係好想拍呢條影片，再一次講下我對張雨晨揀嘅呢一首 One Moment in Time 嘅期待，因為呢一首歌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難唱，佢係 Whitney Houston 嘅一首 Big Song。點解我咁期待呢？第一，因為喺其他嘅比賽裏邊呢，你基本上係冇聽過有任何嘅參賽者，男參賽者咁唱呢一首歌。咁 Whitney Houston 嘅其他嘅作品呢，喺好多比賽裏邊呢都會有參賽者會揀嚟唱嘅。但係 One Moment in Time 呢，真係好罕有。我喺 YouTube 上面揾過睇有冇其他嘅男歌手喺比賽裏邊唱過呢首歌咯，但係都揾唔到。咁第二呢，就係因為呢首歌背後嘅意義，咁呢個正正係我想拍呢條片去分享嘅原因，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嘅意義非常之深遠，而且我一直拍咗咁多條關於張雨晨嘅影片，我所圍繞嘅一個核心都係講緊佢追求音樂夢想嘅故事。而家佢嚟到決賽，佢揀咗呢一首 One Moment in Time 作為佢嘅自選歌。我覺得成件事好似串聯想起嚟咗一樣，佢最想表達嘅唔只係想大家聽到佢把聲，而更加希望大家睇到佢嘅努力。我真係好期待，好期待去唱呢一首歌，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同佢嘅人生經歷好吻合，所以我真係衷心咁希望佢可以好似呢首歌嘅歌詞咁，可以擁有屬於佢自己嘅光輝時刻，屬於佢自己嘅 One Moment in Time。但係我更希望呢一個光輝時刻唔單止係 one moment，而係 forever。